组装好的钢琴反复敲敲打打，每分钟750次，要打满15分钟，测试音质是否稳定。前一端员工以人力一个个琴键组装检测，组装之后，你要在那个精确度方面要给它控制。其实最重要在于整条，对不对？整条还有调音，这个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说因为机械化之后你就能够取代的。严格品管是保留台湾生产线、建立品牌质量的关键。所以我现在看到这是待会儿要出货，对，还是要做再次的检测，对不对？在外观上面还有内装上面再做最后的检查。还有音准嘛，我刚看再调一次。对。品质用品质如何？懂眼懂后，当然很好。全盛时期，这间位在桃园大溪的钢琴工厂，一个月可以销售600-700台，500位员工。现在只剩1/4的产量规模。负责人成为红尖石产业不外移，5年前转型，结合音乐教育。钢琴打脸谱的故事，你是不是听过了？听过。哦，好，那钢琴怎么组合的？哈，我们下来。很多音乐老师啊，他平常面对的钢琴都是包的跟粽子一样的那个钢琴，他从来也没有看过说钢琴拆出来里面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尤其是钢琴的制造流程这个地方之后，至少对钢琴怎么做出来的有一个初步的印象。很多小朋友就是有了这个印象之后回去他会很认真的弹钢琴。因为少子化，也因为才艺多元化，所以呢，现在钢琴销售量真的大不如前了。但尽管如此，这全台唯一的钢琴工厂，借由转型观光工厂，开发另外一种可能，寻找更多拓展地盘的机会。品质用懂眼懂后，品质用懂眼懂后。